吼，咱的祖先就迄个福建的，福建是拢讲台语无对，你进中国大陆的福建人嘛，拢可能讲有哪会讲国语啊，像咱台湾啊，对啊，像咱台湾，咱拢讲台语对无？但是你若差不多50岁以下的，你拢逐个嘛拢会晓讲国语啊。普通话拢爱。对啦，普通话拢爱，所以你要普遍，你就是爱讲普通话，讲国语。国语是较早是讲迄个北京、北京语，北京上标准的。无迄较早的迄音，我迄阵去读新营中学的初中的吼。对啦，无外省的，佫毋是标准的国语的。像迄个严经理，这样咧教人讲阮这你着台南部的，加你着北部的，你着国语拢无，拢袂通，拢无共，我这种台湾国语。咱南部生分拢台湾国语啦，咱南部就是拢台湾国语，袂讲是啦，因为北部的接咧讲国语啦，讲得较顺。咱南部就是接咧讲台语哦，所以国语咧讲较袂练得。搁迄家己迄个有剪舌无剪舌啦，闭起声的啦，拢难做一个。袂标准。你若是要闭起声要特别分袂清楚啊。你若是要统一哦，是爱用国语较有法度统一。台语是咱闽南的人、福建的人，较有咧讲台语的。闽南话。你若全世界以后，全世界是讲中国大陆安尼，是拢爱用普通话，用迄个国语讲沟通较会。本来的语，对啦，本来的语言就拢国语啊，但是迄种可能噪音，国语、台语、客人话迄种噪音。是会护科技护理的熟悉咧噪音，像讲较早交通歹嘛，无资讯嘛，无啥物嘛，你若搬一个搬一个不同的地海口音，迄是海口音伊来转变甲音同差总个。你像讲上海话、广东话，迄甲听听的拢甲国语个，差不多，伊迄就是拢音去走嘛。即摆年久未升级过几百年、几千年了，因遐拢比迄个客人话，事实客人话嘛是讲伊遐转过来，迄话要想是安尼，因为伊发出来的音有家己甲咱咧听的迄个国语拢袂差不多，讲台湾话嘛是安尼。台语啊，台语。还拢噪音，我咧想。应该是噪音，走到尾哦，变方言的。心有何落话？迄个像伊讲日本还是韩国的迄个语言，也是像咱叫做迄个语言，对啊，对啊，对。所以迄客人话啦，讲人话做成迄音做成拢甲国语差不多。就是互我是要想讲，因为较早无资讯，无电话、无电视、无迄，拢地方方言的。地方方言你放甲搬去迄个所在诚远的所在，逐个无咧沟通，无咧迄，恁发出来迄个口音就是安尼，布地人就是布地音，台北人就是台北音，鹿港的鹿港音。年久月深，迄所在哪来哪拖，走咧变地方方言。
地方方言就是安尼造成。河洛话，古早人迄中原迄迄个所在就拢讲迄个河洛话，河南洛阳，那个河洛，河南中州呢，古早就是叫做中州啊，中央的中州啊呢。河南的迄个话，迄黄河流域的文化的重要地带。啊，咱的祖先就是因为讲因为北方有迄个五胡乱华啦，所以的口音就拢无共。所以就有一寡人才会走落南部，像咧逃亡就对啦，走对南部来，啊袂走对福建来啊。啊，就变地方方言。变是走对福建来。走对福建。啊，你若像迄东调，佫有迄个黄杂侯作乱，黄杂侯作乱，迄嘛是拢对迄个中原地区的一寡有钱人、有地位的人，读册人啦，不利安尼人就拢会逃亡啊，就好用南部逃亡。啊，你若看宋朝啦，宋朝后南宋后来去互迄个蒙古人啊灭入去，啊迄一寡贵族嘛，拢爱逃亡对迄个福建啊、广东遐来。中国大陆的地啊，太宽，你看啊，一块台湾，早期的一块台湾啊，地方的口音就拢遐尼啊侪个。啊，即马就拢差不多统一啊啦，台湾的真拢差不多统一。拢听有啊，早期真正听无咧。早期迄口音重的布袋吼，阮迄班的布袋吼，我听咧讲话吼，迄音偌重咧，迄口音偌重。迄口音有够重的啦，迄50几年迄阵才听，因咧海口人咧讲话吼，像迄湖口口湖遐啦，迄咧讲话佮咱遮无共。竟然安尼哦！湖口遐，伊有伫海边哦，布袋口湖哦。湖口是新北。安尼咯。因咧嫁过来咱即边吼，较近安尼70外岁啊，口音还佫调。因咧算固定，还佫无同化。袂遐简单啦。袂遐无简单。啊，你若像讲台湾遮细地个音就会走较远啊。啊，你喺中国大陆遐尔看一山坪安尼。对哦，啊，音就拢会走。啊，哪走慢慢变，因迄个所在慢慢变地方方言。遮侪语言，遮侪语言，啊，即两个语言又搞咧在讲。对啊。对。啊，你若资讯发达，像即摆有电视、有迄吼，迄外省的咧讲吼，咱就拢听有啊。较早我读新疆的外省的咧讲，我真听无，爱听哪一档才听有。啊，无就毋知伊咧讲啥呢。教你读册尔。迄拢教国文啦，教公民啦，教迄种较无童子军啊，口音拢足重的，听无啊。无怪迄个台湾读册拢差不多。甲中国政府过来台湾的遐，拢差不多倒转去啊。即马，遮少年的起来了后，拢讲听有啊。资讯啊较发达吼，啊，逐个伊迄大众媒体发出来的口音，你甚至迄中国大陆的像讲
像讲伊咧中央电视台咧播出来的节目，伊咧新闻啥物，咱咧听拢总听。啊，你若早期民国50几年哦，你真正听，会无统一啦，哦，啊无迄资讯啦，哦，啊你即摆资讯一个传开了后，啊逐个发出来的音，慢慢拢融合，拢总听有啊。啊，无迄较早迄有影外省的，像湖南、四川、上海迄真正你毋知伊咧讲啥物碗糕。你咧读册啊，你听了是感觉听讲哦，原来伊就是咧讲啥物，无讲你真正听袂。啊，部面咱伫迄个草地老师咧发的国语都台湾国语即种的国语，拢听有啊。对，啊，即摆放出来的，因咧不管是迄个浙江电视台啦，还是北京电视台，还是湖南电视台，你甲看因咧播出来的迄个主持人咧讲话，咱拢讲听有。啊，你若早期你真正听无啊，真正听无。因咧应该是拢有训练固定即个讲的。毋是，迄已经渐渐吼，伊咧发出来的音吼，全渐有统一啦。对啦，啊是讲因阁有可能是拢拍啊正统伫遮啊训练起来嘛。因为你每一个所在内的语言一直加减落来，但是你总伫遮读了自然，伊迄个音发出来拢是拢统一。较早你若民国50-60年哦，50-60年你去台北啦。你讲这台语吼，咱台北人虽知影讲你南部，你正去伊拢毋知。你正去因台北人毋知影你是对南部人。伊即摆台北人所在拢南部起来啊，所以讲过一年，迄是即摆较无。已经融合啊。伊只讲过一年台北去死死，因为拢南部去啊。无啦，准互因中国，准伊互因台北迄个第二代、第三代遐个人。遐个人出来听咱咧讲话，伊有哪听？伊也听无讲你是到底南部的是，甲阮咧讲的拢相同，因较早是无共的。较早迄民国58年我去的时阵吼，因一个听就拢随听，知影讲啊，恁这南部来，因随甲你讲你这南部来，啊因真听，真听。拢已经，音拢已经拢差不多融合了。对。有了对哩，迄边咱翕只久啊。挺好啊哈。安怎？挺好。你时间挺好。几点啊？3点外。近3点外呢？安尼阮也袂会使哦。啊对啊。我应该等下要发奖无？哎呀对嘞。好，较紧，挺好就是挺好。挺好就是挺好啊，好肥呢。好来补伊。